首先睇個嚟緊係會受東北季候風影響啦。東北季候風星期日氣温會顯著下降至12度左右，新界會最低1-2度。而家天文台評估係星期日最低氣温係14度左右啊。今晚會開始降温啦，降至17度左右。星期日進一步下降至14度左右啊。跟住都係東北季候風影響啦，東北季候風影響啦。要到個星期四左右開始轉吹偏東氣流，星期四稍後會轉吹偏東氣流啊。到時候沿岸地區係會有氣温回升，跟住相對濕度會回升，加埋有霧啊。我可以俾你睇埋個能見度啊。嚟緊星期開始有濃霧出現啊，廣東沿岸係會出現濃霧啊。就係星期2月6號朝頭有7點會出現濃霧啊。跟住到3號期間又有另一個東北季候風影響，意味着嚟講今日至明日係會受第一股東北季候風影響啦。隨住第一個東北季候風緩和及取代偏東氣流影響，下週中期氣温會回升，但相反濕度會回升，會出現有霧。到咗下週末會受另一個今明兩日係會受第一個東北季候風啦影響，隨着另一個東北季候風影響被偏東氣流取代，下週中後期廣東沿岸氣温回升及有霧啊。而下週初隨着另一個東北季候風開始影響華南地區之後，又再降温啦。降完温之後又取代偏東氣流啊。氣温又回升，跟住又有霧啊。但係下個星期回升至22度左右啊，跟住會有濃霧啊，會有霧出現啦。而根據香港天文台的預測來講的話，今明兩日受第一個東北季候風影響啦，氣温會下降，廣東沿岸氣温會下降啦，內地區早晚寒冷，天氣逐漸好轉啦。而隨着季候風被一股偏東氣流取代，下晝中後期廣東沿岸氣温回升，天氣轉為潮濕啊，有霧啊。跟住就係另一個東北季候風會在下週末期間影響華氣温，到時氣温最度下降。今晚氣温會降至17度左右啊。呢個今晚啦，今晚會降至17度，明日會降至14度左右，新界最低1-2度啊。